幸福的小家。从前有一个温暖的小家，叫幸福之家。家里有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小乐。每天早上，爸爸说早安小乐，妈妈笑着说来吃早餐吧。小乐开心地回答谢谢爸爸妈妈。有一天，小乐不小心把玩具弄坏了，他有点害怕，但是他勇敢地说对不起，我以后会小心。爸爸轻轻地说没关系，诚实最重要。妈妈也说我们一起修好它吧。晚上，一家人一起吃饭，讲故事，笑哈哈。小乐觉得很幸福。小乐说我爱我的家。爸爸妈妈一起说我们也爱你。故事告诉我们，爱、分享和诚实让家变得更幸福。